喺經濟唔好嘅情況之下揾工係一件唔容易嘅事。當我哋收到心儀公司嘅 offer， 有時我哋會感到滿足，咁都唔諗就答應對方提出嘅條件。就算你心裏邊幾開心都好，即使佢已經超越咗你嘅期望，千祈唔好即刻接受 offer， 因為通常公司唔會一開始就俾最好嘅條件，普遍都有少少嘅談判空間。公司亦都會預期你用幾日嘅時間考慮。如果你諗都唔諗就簽咗份合約，你就會錯過為自己爭取更好條件嘅機會。我今日會分享幾個 tips， 令你嘅談判過程更加順利。注意，唔係每一個情況都適合談判。譬如，普遍一個啱啱畢業嘅應徵者就會有少啲嘅 bargaining power， 可能要儲多幾年經驗先可以同公司有更大嘅談判空間。開始之前，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，就即刻訂閱啦。每一份訂閱、comment 同 like 對我嚟講都係一份好大嘅動力，繼續拍更多嘅片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啦。如果你想自己嘅人工有所提升，你首先要做好資料搜集，了解呢一個職位普遍嘅薪酬範圍。其實面試之前，你應該已經做好功課，因為通常面試其中一條問題係問 salary expectations。如果你做好你嘅 research， 你就可以提供一個合理嘅答案，而呢一個數字應該同你將會 negotiate 嘅數字係一樣。譬如你面試嗰時，你講過你期望5萬蚊一年，然後收到 offer 你想 negotiate 6萬蚊，除非你有另一間公司提供一個更加理想嘅 competing offer， 否則你就會留下一個貪心或者唔係好專業嘅印象啦。假如你之前未有機會做好功課，或者公司冇問過你 salary expectations， 收到 offer 嘅時候就係你第二個機會做好你嘅 research。我之前拍過條片分享各行各業嘅薪酬，我喺呢條片分享過一份國際獵頭公司嘅薪酬報告，同埋介紹加拿大 Job Bank 嘅網頁俾大家參考唔同地區嘅薪酬。如果你有興趣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可以再睇翻嗰條片，了解下加拿大唔同行業嘅人工。除咗呢幾個 research 之外，其實仲有其他網站可以 search 到唔同職業嘅薪酬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多一個網站，呢個網站可能少啲人認識。如果你係做科技嘅工作，例如 software engineer， 咁 Levels.fyi 係一個好好嘅網站。雖然佢有其他職業嘅薪酬，但係暫時科技業嘅工作係比較有豐富嘅資料。雖然呢個網站係比較 focus 喺美國嘅地區，但係佢都有其他國家嘅數據。除咗提供數據之外，呢個網站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服務，就係可以幫應徵者做 salary negotiation。只要俾一個費用，佢就會安排一位有經驗嘅 coach 同你 review 你嘅 offer， 同埋教你點樣可以同公司爭取一個更高嘅人工。無論你係做科技業或者其他行業，都可以用呢個服務。佢嘅網站寫住不成功不收費，但係我自己就未試過用。我睇過網上嘅 review， 有啲人話透過呢個服務可以爭取高幾萬甚至幾十萬嘅人工，亦都有人覺得呢個服務冇乜用。如果你真係好需要幫忙嘅話，亦都唔介意俾少少錢，你可以考慮呢類型嘅服務。睇到最尾，我就會 show 大家點用呢個網站。如果你有興趣提高你嘅人工，就記住睇到最尾啦。加拿大仲有其他可以做資料搜集嘅網站，比較熟悉嘅網站包括 Glassdoor 同 PayScale。做科技業以外嘅朋友就可以用呢啲網站做好功課啦。做好資料搜集之後，根據你嘅職位、經驗同埋地區嘅數據，你就知道你嘅 offer 合唔合理。如果根據數據你嘅 offer 係合理嘅話咧，就可能唔需要同公司談判啦。否則，當你了解清楚 market data， 你就可以設定一個底薪嘅數字，再同公司進行談判。當你收到 offer 嘅時候，代表公司好希望你加入佢嘅團隊。唔好忘記每一份工嘅競爭都好大，有時有幾百人認真一份工，佢揀中你一定有佢嘅原因。你要對自己有信心，你要相信自己嘅經驗、技能同埋能力。如果你進行談判嘅時候都唔可以展示自己嘅價值，咁你成功嘅機會就會好低啦。我做咗 HR 咁耐，可以分享 salary negotiation 係一樣非常普遍嘅事。我哋提供 offer 嘅時候，其實係預咗應徵者會嘗試爭取一個更高嘅人工。如果一位應徵者係好冇自信咁樣同我談判，我哋會覺得冇需要完全滿足佢嘅要求，因為我哋睇得出，無論我哋嘅答案係 yes or no， 呢位應徵者都會接受我哋嘅 offer。所以記住談判嘅時候，留意你嘅肢體語言，保持眼神接觸同埋微笑，表現鎮定，唔好顯得過分緊張。你要有心理準備，呢一個談判過程可能要少少時間。有時如果你 propose 嘅薪酬喺公司預算之內，可能好快就會俾到一個答覆你。但係假如你要求嘅薪酬比公司預算高，尤其是係一間大公司，hiring manager 可能要問佢上司或者佢上司嘅上司攞 approval。呢
遇到呢啲情況，可能要幾日或者更加長都唔出奇。有時仲會有少少 back and forth，例如佢俾一個 counter offer 你，而你覺得呢個 offer 仲未算合理，你就可能要 negotiate 多一次啦。我可以分享自己嘅經驗，以前有一間公司，我成功咁樣爭取比我 original offer 高2萬蚊嘅人工，全部過程大概1個禮拜，所以有耐性係非常重要。當你做好你嘅資料搜集，根據你收集嘅數據，你心目中應該 set 咗一個合理嘅數字。當你同公司談判嘅時候，我建議你要求一個比你心目中嘅數字高少少嘅薪酬。就算公司 offer 一個比你提議低少少嘅 offer， 起碼同你心目中嘅數字唔係差好遠，大家都開心。除咗準備一個合理嘅數字之外，喺談判過程中，你應該同對方詳細咁樣講解自己對呢間公司同埋工作嘅熱誠。除咗表明你有做足功課之外，亦都需要令到對方知道你喺邊方面適合公司嘅文化。記得從公司嘅利益角度出發，你要表達你自己嘅經驗同埋能力，令到對方了解你嘅個人之處，說服佢你將來能夠為公司帶嚟咩價值同埋貢獻，先至可以令到人哋覺得你係物超所值。記住事先做好練習，尤其是如果英文唔係咁好，我建議你揾屋企人或者朋友練習幾次，先可以好自信咁樣表達你嘅優點。做好充足嘅準備，你就會顯得放鬆同埋自然。你談判嘅時候就會有更大嘅成功率。如果你應徵一間比較細嘅公司，可能佢哋嘅 budget 比較少，底薪方面冇乜調節嘅空間。就算係咁，都唔需要太灰心，因為除咗 base salary，仲有其他條件值得考慮。如果公司嘅醫療福利、年假或者退休儲蓄計劃比其他公司更大方，就算人工低少少，佢嘅 offer 都值得考慮。譬如公司 offer 3個星期年假，你可以試下要求4個星期，因為假期對公司嚟講唔係一個 direct cost， 所以好大可能有調節嘅空間。就算人工冇得加，有多1個禮拜假都幾好啊！除咗假期之外，你可以試下談判其他條件，例如股票或者股權、年尾 bonus 等等。Signing bonus 係一個比較容易爭取嘅條件。如果公司唔可以提高你嘅底薪，你可以要求一個合理嘅簽約金，通常係成功過咗試用期先可以攞到呢份 bonus。你可以同公司講，假如你離開而家嘅公司，就會冇咗你份 bonus， 所以希望新嘅公司可以補償翻呢一筆錢。或者如果你呢一份係 contract 或 temporary 嘅合約，大多數公司都會提供 end of contract bonus， 因為唔想你做下呢個合約而離開公司，所以會提供一個比較吸引嘅數字，希望你會留低。你可以試下要求提高呢一個數字，或者我以前試過要求減低呢個數字，但係提高我嘅底薪，公司都有應承。所以記住，只要你嘅要求合理，公司都會認真考慮。除咗以上嘅 options， 假如公司唔肯加你嘅底薪或者福利，你仲可以考慮要求試用期後再 review 你嘅底薪。有時公司請一個新員工都唔係好肯定佢嘅能力，但係如果你喺試用期可以展示到你嘅能力，令到公司覺得唔可以冇咗你，咁你到試用期完嗰時就有一個更高嘅 bargaining power。到時公司唔想冇咗你，就有可能提升你嘅人工。除咗底薪同埋福利，當然要考慮其他因素，例如公司嘅文化、前景、晉升機會、學習機會等等。有時呢啲比底薪同埋福利更加重要，所以接受 offer 之前，你要問下自己，除咗財務目標之外，你仲有冇其他長遠嘅目標呢？呢份工作可唔可以幫你達成你嘅目標？你覺得呢份工你做得開唔開心呢？你有冇機會發揮到你嘅長處？可唔可以獲得成就感？呢啲問題全部都好重要，所以你真係要俾多啲時間認真考慮。我明白你擔心同心儀嘅公司談判可能會損失個 offer。事實上，任何談判都有風險，但係我覺得你唔需要太擔心。我之前講過，喺公司嘅角度嚟講，佢揀得你，或者係佢認為你係一個有實力嘅人才，好有誠意邀請你加入佢嘅團隊。作為 HR， 我預期大多數應徵者都會嘗試談判。只要你有專業嘅態度同埋誠意，公司係好樂意同你傾。你一定要記得，唔係淨係公司揀你，你都有條件選擇合適嘅公司，大家係合作關係。如果真係因為你嘅談判而取消 offer， 呢啲公司一定唔係一間好嘅公司。首先，呢間公司睇唔到你嘅價值，喺你加入之前已經低估咗你，加入之後都唔一定會重視你。另外，公司唔尊重面試官付出嘅時間，因為從頭開始選擇合適嘅人選係需要好長嘅時間，所以取消 offer 係比較少見。談判最差嘅情況通常都係被拒絕，而你係要考慮對方一開始 offer 嘅條件。
記住，就算公司 say no，都要抱住專業嘅態度，起碼回應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之類嘅説話。咁就算你決定加入呢間公司，人哋對你嘅印象依然還好，加上公司會記得你加入嘅時候曾經要求過一個高啲嘅人工，咁每年加薪嘅時候，只要你嗰年嘅表現好，就有可能會加多少少俾你。記唔記得我開頭講過做資料搜集係非常重要？我話過喺片尾會 show 大家一個非常好嘅網站，尤其是係做科技業嘅朋友，呢個網站係一個對你幫助好大嘅談判工具。我哋而家就睇下呢個網站係點樣用啦。呢個就係 Levels.fyi 嘅網頁，呢度可以 search salaries。我首先選擇 by location， 然後你就會見到唔同嘅城市。右手面你會見到唔同嘅職業，我哋首先選擇 Software Engineer， 然後撳 Toronto。右上角你會見到可以選擇加幣或者美金，呢度你會見到 Median Total Compensation 係大概13萬，同埋一個 Approximate Range。再落少少會見到更加詳細嘅資料，包括公司名、幾多年嘅經驗同埋揾幾多錢。你見到好多資料都非常之新，呢一頁全部都係今日先至輸入嘅。喺右手面係有分 Base、Salary、Stock 同埋 Bonus。例如呢一個係一位做 Amazon 嘅用戶，佢係有2年嘅經驗，係做一位 Software Engineer 嘅。佢嘅底薪係 112K，Stock 係 5.5K， 而 Bonus 係 32K。我哋撳一撳呢個箭嘴，就會見到更多嘅資料。你會見到佢嘅城市係 Toronto， 係3月13號先至加入 Amazon， 同埋佢係有2年相關嘅經驗。再落少少，你會見到佢係一名亞裔嘅男士，最高嘅學歷係 Bachelor's Degree。上返嚟，我哋仲見到可以揀唔同嘅 level， 譬如果你係啱啱畢業嘅，你就可以選擇 Entry Level。你見到嘅 Median Compensation 就由 134K 至到 96K。下邊仲見到全部都係0至1年經驗嘅，所以係真係 Entry Level。啱啱講過，除咗科技業之外，仲有其他行業。想睇其他行業，我哋撳呢個箭嘴，然後我哋試下 Marketing。你見到同啱啱好相似，佢係有一個 Median Total Compensation 同埋 Approximate Range， 而下邊都係有唔同公司嘅資料。但係睇睇輸入日期，第一行係今個星期輸入嘅，所以明顯見到冇科技業咁多數據。如果你係做科技方面嘅工作，呢個網站絕對係一個非常有利嘅談判工具。之前講過，呢個網頁有 Salary Negotiation 嘅服務，你只要喺 Services 度撳 Negotiation Coaching。喺左下角，你就會見到啱啱有人透過呢個服務成功爭取高3萬蚊嘅人工。然之後又有一位成功爭取高56000嘅人工。呢度你會仲見到佢寫住不成功不收費。如果你係有興趣嘅話呢，你就可以喺下邊度撳 Book Time。你見到佢有分 Mid Level 或者 Senior Level。Mid Level 嘅收費就係650蚊，Senior Level 呢就係1880蚊。就咁睇價錢都唔平。不過撳入去 See Proof， 你就會見到有好多人成功咁爭取
高幾萬蚊，甚至幾十萬蚊嘅人工。如果你都有用過呢個服務，就歡迎喺留言度話俾我哋知，究竟有冇用呢？值唔值呢個價錢呢？希望以上嘅 tips 可以幫到你。成功收落 offer 之前，一定要通過幾輪嘅面試。喺加拿大最常見嘅問題係 tell me about yourself，但係好多人都答錯，唔知你識唔識點答呢？如果你都想加強你嘅面試技巧，就記住睇我呢一條片啦。